各位好，近日歌手馬建圖因歌曲《攙扶》迅速走紅，卻又陷入抄襲風波，引發全網熱議。這一事件不僅關乎一首歌的命運，更折射出華語樂壇長期面臨的原創困境。今天我們從3個維度剖析其中的是與非。一、法律層面，抄襲是無可辯駁的錯，核心爭議點在於攙扶。副歌旋律與另一首作品高度雷同，且有網友製作音軌對比證實重疊。若經專業鑑定構成實質性相似，即觸犯著作權法。法律上致敬與抄襲界限分明，借鑑靈感捉創作自由，但複製旋律框架、和聲進行等核心元素，且未獲授權或註明來源，即構成侵權。錯在何處？抄襲侵犯原創者權益，破壞市場公平。即使馬建圖團隊辯稱無意識相似，法律仍以客觀結果為準繩。而道德層面，原創精神不容模糊。網友憤怒不僅因法律侵權，更因對創作誠信的踐踏。攙扶打着正能量標籤，收割流量，卻可能掠奪他人心血，本質是道德背叛，行業惡性循環的縮影。當拼湊式創作憑借流量捷徑獲利，踏實創作者反被邊緣化。長此以往，樂壇將失去創新動力，這才是最深的錯。馬建圖若選擇沉默或詭辯，錯上加錯；若誠懇致歉，協商賠償，方能體現對藝術的敬畏。3爭議中的警示，我們該如何對？一、對創作者，紅不等於對，技術可模仿，但靈魂無法複製。尊重版權是底線，原創能力才是長久資本。主動自省，發布前進行版權篩查，避免無意識侵權，是對行業的負責態度。2、對公眾與平台，網友爬譜維權值得肯定，但需理性舉證，避免網絡暴力。輿論監督是推動行業淨化的利器，平台應建立抄襲預警機制，對爭議作品暫緩推薦，保護原創者優先受益權。3、對行業，需打破維權難困局，簡化音樂著作權鑑定流程，降低創作者法律成本，讓抄襲者無處遁形。結語：攙扶爭議是一面鏡子，照見抄襲者的僥倖，更照見大眾對原創的渴求。一首歌可以因流量爆紅，但唯有真正的創作良心，才能讓音樂擁有攙扶人心的力量。紅是機遇，對是選擇，而華語樂壇的未來，永遠屬於那些尊重規則、敬畏創作的人。謝謝大家。一轉眼就過了許多年，我的臉布滿了滄桑，你的眼被皺紋寫滿，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。攙扶你的手到永久，相約今生會一起走，今生我們還沒愛夠，死後也要葬在一個山頭。攙扶，管它天不長地不久，另外一個時空在相守。攙扶你的手到永久，相約今生會一起走，今生我們還沒愛夠，死後也要葬在一個山頭。攙扶，管它天不長地不久，別哭，因為有我把你守。
一天我们走不动，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，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。